小就评来讲，台中的消息，俗语讲呢，拍虎掠贼也着亲兄弟。不过台中市五权夜市站的11点外，所发生一件阿兄抓捕头杀小弟的代志。现场通案一个发现呢，赶紧打进前去阻止。加在这个受伤的小弟送去病院了，无生命危险。啊，兄弟啊讲的冤家，听讲是为了收钱财产。不过因老母讲，总共较强的财产都2间厝尔，而且佫细间的，唔知讲这2兄弟啊为安怎会变面。 穿红衫的查甫人倒伫咧窗角，头壳包好带着重伤风送入急诊室。啊，那该扑着伤的是家己的亲阿兄摕斧头该扑的。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台中清水五权夜市呀。当下你是直接过甲压死的对吧？对啊，来这拍人，你是摕斧头甲扑了。 我没看到，当下只有看到就是有其他的摊商，然后压制他。当时夜市还有真侪人，事发后围观的民众议论纷纷，现场阁残留真侪火。原来兄弟仔2人感情无好，阿兄暗时啉酒后来到夜市呀，看到小弟当伫和朋友开讲，就摕斧头冲过去解扑。加在当时团上和民众快跳，做伙甲阿兄压咧，才无发生更加大悲剧。 很多年了，还会记起这样子。哦，有什么家产？我这还低收入户啊！妈妈讲根本就唔知兄弟2人现在要争家产，而且处理都已经用2间破产做核心，兄弟2人已经1人1间啊。行凶过程遭现场民众压制，警方破炮立即赶往现场，将王男带回调查，依法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 敢若是因为争家产，阿兄酒后摕斧头走去人济的夜市也不小弟，加在无甲人扑死，却警察以杀人未遂罪嫌以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